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2月10号要分享的是顺服到底，赢得胜利；顺服到底，赢得胜利。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的第10章16到27节。邀请你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近后边的人，不容他们尽自己的诚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记10章19节。英国心理学家海特菲尔德博士，他一生研究信心，发现若我们常告诉自己你没救了，完蛋了，这一类的话，就会造成自卑感，导致你的潜力只能够发挥到小于 30% 的程度。那相反的呢，如果我们常常对自己说你可以做到的，你是一个特别的，这一类的比较正面的话，就会带给自己信心，并能发挥超越高达 500% 的潜力。特别是曾经经历上帝的伟大和丰富话语的人，他们的信心会使他们朝向正面的思考模式。那相信上帝的话语的人，就会有信心去面对他所面对生活的各样的挑战。约书亚有上帝对他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上帝激励了他的信心，给他有正向的思考，使他充满上帝的思想。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他也鼓励这些的军官，他对他们说，不可单言，要追赶仇敌，击杀他们近后边的人，不容他们尽自己的诚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这不是耶和华上帝对约书亚说过的话吗？所以我们在看到约书亚对军官下令，把亚摩利武王从洞穴中带出来，并将脚踏在他们的颈项上。这是一个当时很常见的传统风俗。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在表明已经将敌人完全的降服，这也象征上帝会帮助他们取得完全的胜利。在之后，约书亚杀了武王，将他们的尸首就放在洞里面，用大石头堵住洞口。尸首被丢在这些武王他们曾经躲藏的洞内，这表示他们没有被安葬，算是能给敌人最高的羞辱。因为当时大部分民族都认为埋葬得体与及时与火能够影响死者他来生的幸福。那约书亚他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一些和他同去的军长，借此要告诉这些的以色列百姓，我告诉你们，上帝才是征战的主宰，也是能够消灭所有敌人的主。上帝会赐下完全的胜利给那一些相信并跟随他的人。希望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让你知道上帝在为你征战。当你祈求他，顺服他，他必给你
他所要给你的应许。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信任这位掌管每一次的征战的上帝。如果你能够顺服他的话，降服在他的带领，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必带领你经历得胜的生活。我们来默想，看见约书亚他顺服上帝的命令，他尽全力来攻击亚摩利武王的联军的时候，你有何感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请帮助我对你的话语能够用信心顺服到底，使我信靠你是在征战当中掌权的主。我要在艰困的环境当中，以信心倚靠你的全能，以信心来过得胜的生活。我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凡事顺利。我们下次见。